大家好，而家由我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我哋地盤嘅情況。本工地喺澳門新口岸波爾圖街同柏嘉街中間，即係外港新填海區12地段地盤。我哋會喺度起2棟連住2層群樓嘅公共辦公大樓，總建築面積有 97,546.16 平方米。其中一棟大樓會起20層高連天面，建築高度為98米；另一棟大樓就起11層高連天面，建築高度為62米。而家地盤主要做緊上蓋結構工序，跟住會進行外牆玻璃幕牆安裝。而家做緊嘅工序包括釘木模板、紮鐵，跟住就落石屎，仲有機電、消防、供排水喉、泥水同油漆等工序。要特別留意嘅係一啲高危工序。首先係吊運，地盤安裝2台天秤，1號天秤臂長45米，可以安全吊重 5.4 噸；2號天秤都係臂長45米，安全吊重 4.5 噸。跟住係高空工作，我哋用咗鋁質通架的工作台同移動升降台，另外仲有搭竹棚、安裝玻璃幕牆同安裝工人籠。至於燒焊同用電安全呢，所有相關師傅都必須先經委任合資格才能管理或者操作。講到職安健管理，我哋嚴格執行人車分流，所有入閘人員都要憑工作證，材料進出就要靠紙本放行證，外嚟訪客亦都要用訪客證登記。我哋亦有一套完善制度，去監察施工安全，做安全訓練，同處理惡劣天氣或者突發事件。環境監測，我哋除咗噪音同水質，仲有空氣污染監測，亦會定期做大清潔同滅蚊滅鼠。由今年3月10號開工到而家半年以嚟，每月平均開工總人次有5000人次，其中本地僱員2000人，外地僱員3000人。好幸運我哋暫未發生過一單工傷意外。我哋亦都好落力推廣職安健，每日都會開早會、做早操、搞工地座談同專項安全培訓等，每個月都會頒獎，獎勵8位最佳安全工友同6位獲得安全激勵獎嘅同事，會有獎金、獎品同獎狀。天氣熱嘅時候，安全部亦會安排派西瓜、涼茶或者綠豆沙幫大家消暑。另外我哋仲做咗唔少改善項目，例如設置咗安全吊床，可以用嚟做緊急救援，又可以將消暑物品直接吊運去前線位置，安裝咗大型過濾水機，可以供200人直接飲用，同2部90升嘅大容量煲煮一體煲，又加裝咗大功率抽風同送風機，改善地庫空氣質素。安全文件方面，我哋及時地上載晒上雲端，將 QR code 貼喺閘口，等大家掃一掃就可以睇到最新資訊，減少用紙，齊齊為環保出分力。我嘅匯報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。